第17章，过了6日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上关山，就伫因面前变了形象，面光亮亲像日头，衣裳洁白亲像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因显现，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主啊，咱伫遮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伫遮搭3座边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讲话的中间，忽然有一块光明的云彩遮看因，阁有声音对云彩内面出来讲：这是我的疼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着听伊。学生听见，就趴落伫地，极其惊吓。耶稣进前来，望因讲：起来，毋免惊。因夜目无看见一人，只看见耶稣伫遐。落山的时阵，耶稣吩咐因讲：人子也未对死来国话，恁毋通将所看见的甲人讲。学生问耶稣讲：文士为什么讲以利亚的确着大先来？耶稣因讲：以利亚果然大先来，阁要复兴万事。只是我甲恁讲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毋捌伊，出在意思款待伊。人子也要安尼受因的害。学生才明白，耶稣所讲的是指着行洗礼约翰。耶稣甲学生到证人迄位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落讲：主啊，怜悯我的囝，伊犯着羊刑的破病，真艰苦，豆豆跋倒伫火内，逐摆跋伫水内。我带伊到恁的学生迄位，因却未为医治。耶稣讲：嗨呀，这个阁毋信，阁悖谬的世代啊！我伫恁遮要到第时呢？我吞忍恁要到第时呢？将伊带到我遮来。耶稣责备迄个鬼，鬼就出来。对安尼，囡仔就好啦。学生暗暗到耶稣面前讲：阮为什么袂会赶出迄个鬼呢？耶稣讲：是因为恁的信心衰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心，亲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讲：你对这边刷到迄边，伊也的确刷去，并且恁无一项袂会做的事。到伫这一类的鬼，若无祈祷禁食，伊就毋出来。因还伫加利利的时阵，耶稣对学生讲：人子得要受交伫人的手内，因要杀害伊，第3日伊要搁活。学生就大大的忧愁。到迦百农，有受定罪的人来见彼得讲：恁的先生无立定罪吗？彼得讲：立。伊入厝，耶稣大声向伊讲：西门，你的意思怎样？世上的君王向一罪受官势定罪，向家己的囝呢？是向外人呢？彼得讲：是向外人。耶稣讲：既然安尼，囝就通免税，惊了触犯因。
你搁去海边去钓鱼，将先钓上来的鱼摕起来，开伊的喙，的确得到一箍银，通摕去互因做你我的税银。